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儿可是主的生辰，皇上必定会来，都打扫得干净点。李公公，今儿是贤主的生日，皇上一时有事走不开，所以特命奴才先把贺礼送来了。主在里面，我带您进去。索性呢？哦，在小厨房备菜呢，他厨艺好。啊，哈，请。生辰大喜，主穿件红的，喜星。这个太艳了。姐姐，还是穿紫的吧，紫色跟金饰还有白玉都很搭的。好，你爱蓝色，我爱紫色，一紫一蓝最相配。主，李公公来了。奴才请贤妃娘娘安，海常在安。奴才奉皇上旨意，特意给贤妃娘娘送贺礼来了。皇上不来啦？人未来，礼先到。并蒂金钗，哎，一般都是用并蒂莲。姐姐，怎么这看上去，倒像是一朵玫瑰啊？皇上总有深意。那奴才告退了。姐姐，我这里没什么稀罕的送你。上次那个香包我觉得晦气了，我又亲手做了个。这里面一针一线都代表我对你的心意，一共绣了2个，你一个我一个。祝姐姐生辰大喜。绣的真是精巧，我一定会好好留着的。其实，人在团圆就最好。以后我们延禧宫就要靠李公公照应了。哎，三宝公公，配料都配齐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小福子，少一样你可得挨板子。是，去吧。李公公，请。哎。你找我？那，给你的。今儿是贤主的生日，你素日被阿若压着也不能打扮，有什么好东西也都被他先给抢走了。那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绒花，也不怕被阿若抢了去？阿若喜欢的是贵重东西，瞧不上绒花这些小玩意儿。你戴上，讨个好彩头，荣华高升。多谢你惦记着我。谢什么呀？你我和江雨斌，我们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，都是老乡，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嘛。哎呦，看不着，戴不上。那我帮你戴上吧。不用了，一会儿回去我自己戴上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。又上哪儿野去了？主说海常在的艾草快没了，你去太医院领一些。我立刻去。你敢按照自己的性子擅改药方，也不掂量掂量自个儿的分量。我只是觉得换一杯白术进去，药性可以更温和些。胡闹，狂妄！一个给工人看病的小太医，竟敢独自妄断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再如此，你便不要在太医院待下去了。哼！哎，大人。
被赵太医斥责了。惯了，我资历浅，被斥责也是常有的事。我知道你一直潜心钻研医术，来日定有出头之日的。这个是我缝的，素是素了些，但是戴在身上也不显眼。你平时看医书的时候，放点薄荷在里头，醒醒神也是好的。多谢，我一定会贴身带着的。你戴这个绒花，真好看。是吗？时辰不早了，海常在还在等着用艾叶，我先回去了。皇上万安。来，寿星婆还出来亲自迎接啊？皇上来给臣妾做寿，臣妾岂有不迎之理？走吧。来，如意，朕敬你。谢皇上。朕知道你喜欢吃银丝面，所以一早呢让人做了送过来。今儿个呢，朕就陪你吃碗面，长长瘦瘦的。长寿是好，要是变成老婆子皱皮拉搭的，有什么趣儿？你老了也好看。那更怕人，不变成老妖婆了。你没生气就好。朕昨夜去贵妃那儿，把你给放下了。贵妃身子不适，皇上陪她是应该的。贵妃身子不适，自己还闹心呢，一直跟朕说要抚养永皇。就她那身子骨，永皇现在正皮着呢，她何必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呢？膝下无子，贵妃怕是寂寞。她寂寞，你不寂寞吗？臣妾当然想有自己的孩子，顺其自然吧。哎，你那簪子挺衬你的。这定是皇上的新花样。素来花开并蒂，多是莲花，偏皇上选玫瑰。玫瑰艳丽，多刺。都说不宜做配饰，朕却偏偏要选了送你。玫瑰多刺，皇上是拐着弯儿说臣妾的不是。玫瑰花是多刺啊，让人忍不住要摘，啊，多惹人爱啊！皇上尝尝。这是荠菜肉丝煨的银丝面。长长瘦瘦的啊，吃碗面。这时兴的荠菜啊，就是好，什么也比不上。难得你有这份心思。臣妾的心思也就这些啦。皇上吃得顺口，睡得香甜，左左右右和气顺心就好了。如意啊，你这儿朕虽然不是天天来，但朕的心里时时惦记着你。每次到你这儿来啊，朕的心里总是觉得平静了许多。
皇上，今儿是臣妾的生日，臣妾有一心愿，还想借皇上金口成全了臣妾。朕与你相伴多年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对朕说吧。不管臣妾说了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也请皇上成全。只要你不让朕封你为皇后，其他没什么难的。臣妾的心愿跟臣妾无关，干系皇上。哦，说来听听，起来说。先帝驾崩后，留在紫禁城的嫔妃，皇上悉数加封，迁入寿康宫颐养天年。在行宫的嫔妃也有皇后娘娘安养着。臣妾想，活着的得以奉养，去世的就不闻不问了吗？还请皇上顾念他们侍奉过先帝，没有名分的加以追封，以表孝心。你说的人是？先帝在热河行宫的嫔妃李氏金贵。有些人呐，心里可以挂念，但不能说出口。可是李氏不一样。李氏不过是先帝他一朝临幸的宫女，从未给过名分，如何追封？李氏对社稷的功劳，皇上心里一清二楚。只是大清有功之人多于过江之鲫，也无需一一褒扬。但请皇上看在先帝的份上，追封李氏为太贵人，迁入先帝妃陵，也好顾全他的颜面。擅自追封先帝未曾给过名分的人，皇娘会生气吧？只是追封太平和太贵人，名分无需太高，尽一份心意就好，也好过李氏的陵墓远在热河，荒草斜阳，孤坟寒烟，备受凄凉。如果这么做的话，会让人揣测朕和他的关系。先帝生前说过，朕是钮祜禄氏的儿子。皇上当然是太后的儿子，所以加封旁人，只是太平和太贵人。臣妾明白皇上心中之苦，想让皇上舒坦些。今儿个是你生辰，早些休息吧。皇上，为什么要向朕提出这样的心愿？为什么？皇上息怒。臣妾的姑母是大逆罪人，不容于先帝也是草草葬了。臣妾只是不希望另外一位至亲如姑母一般无声无息，连该得的名分都没有。皇上，主儿，主儿，皇上怎么走了？今儿是您的生辰，皇上怎么去了海常在那儿啊？别收拾了，阿若，你下去。是。索性留下。主儿，您还是说了。皇上身为人子，有许多事儿他不明说。可是我知道，他一直记得他生母的生辰。
也想表一番孝心。今儿我说出了这番心意，希望皇上可以成全自己。可今儿是您的生辰，皇上连宴席没完就走了，显然是生了气了。您实在是不值得。怎么，久没伺候朕，规矩都忘了？臣妾有罪，只是今天是娴妃姐姐的生辰，皇上到臣妾这儿来，有什么不合适吗？臣妾这里略微简陋了一点，还是皇上要不要去皇后娘娘那里？朕不想出这延禧宫。是。皇上，不要和朕说话。只有在你这里，才不会有人烦着朕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皇上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我听说皇上在义主那儿受了气。去把暖阁收拾一下，今天我睡那里。啊！可皇上好不容易来一次啊！今天是姐姐的生辰，我若真侍寝了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就算您睡了暖阁，也没人明白您的喜，都以为今夜您侍了寝。我是为着姐姐，也为了自己，要别人懂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时节也没什么好吃的水果。皇上昨天赏那杨梅还不错。知道皇上疼你，有什么时鲜货色都先赏你。哪有皇上心疼您呀？哟，贵妃娘娘，看那谁来了？快走！海常在，过来，来，这儿凉快，快过来！笨笨的东西！哎，你看他走路那样子，好像谁陷他300跳一样。你说皇上当年怎么能看上他呢？先别说了。请贵妃娘娘、嘉贵人、宜贵人安。海常在，都快2个月了，皇上就再没去过你们延禧宫？是，皇上忙于朝政。嗨，那天娴妃生辰，皇上还不是丢了娴妃到你屋里，满宫里都传遍了。娴妃可真能不讨皇上喜欢呀！皇上到你那里的时候，是不是很不开心呀？嘉贵人，您知道嫔妾的，嫔妾在皇上面前连头都不敢抬，怎么会知道皇上的脸色呢？你也算不错了，自从你搬去延禧宫，皇上总能顺便去看看你。皇上那天就没跟你说点什么解闷儿？嫔妾笨嘴拙舌，皇上也不大和我说话。哼，瞧你那样儿，真是没趣儿。我是皇上也不喜欢你。走吧，
本宫宫里还有些蜜瓜，一块尝尝去。好呀。稀罕乎，稀罕乎。哎呀，怎么样了？秦公公，这个月的月例银子该送的都送了，只是这延禧宫的没发呢吧？按您的吩咐，没发。托着他们。这延禧宫的阿若多大的气性啊！一点得意就敢在内务府指着鼻子骂人。这回让他们尝尝滋味。公公，这夏衣的料子也该发了。发，都发出去。至于延禧宫的嘛，这些就算了啊。到库房里头捡点好的送过去。狗眼看人低，这个月的月例银子又没来，还有送的那夏衣料子，那都是什么啊？二若姐姐，你小声些，那主还在里头呢。各宫的份例本就减半，这下更没了。难道不出声就可以不用穿衣吃饭吗？我上内务府去。二若姐姐，你别急呀，你去了无非是闹一场，白白给他们看了笑话，你说呢？不行，我非得去。二若姐姐，海兰，姐姐，这就是内务府送来的夏衣料子。这种天香绢，裁了之后做衣裳，夏天穿起来挺凉的，看着倒也不错。你看看里面。怎么全是腐的？内务府竟然敢这样子敷衍姐姐，难怪阿若会生气。外头个个都在看姐姐的笑话呢，姐姐怎么还沉得住气绣这个？好不容易让如意馆的画师找出这幅《春山行旅图》，不沉住气绣出来，难道出去让别人看是非啊？主儿，该用午膳了。清汤寡水的，还有这汤，不是昨天送回去的吗？怎么又给送回来了呢？内务府份例的银子没有到，小厨房也开不了火，这些都是御膳房送来的。这怎么成呢？这些吃不得啊，姐姐。将就吧。瞧贵妃娘娘出手多大啊！秦公公，这是干什么？内务府送来的夏衣料子都是腐的，这叫人怎么穿呢？腐的？哦，那定是延禧宫啊，煤气太重，毁了那衣料。你胡说八道！不说那衣料，为什么月例银子也短了？短了吗？你忘了，年下的时候延禧宫用这用那都是顶好的东西啊。哎，内务府还自己掏了腰包补贴的银子，这眼看都快夏天了，还不把这笔银子给补上吗？我都算过了啊，按照这么个扣月银的法子，延禧宫欠下的数目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还清。延禧宫什么时候要这要那欠内务府银子了？欠条呢？款项呢？拿出来给我瞧。欠条？没有，那可都在我脑子里记着呢。哎，再说了，哪有主子欠了奴才钱不还的？说出去当然笑话。你是眼瞧着延禧宫失宠了，柿子捡软的捏是吧？哎，错了，能把皇上气得掉头就走啊！延禧宫就是烂柿子一个。但是别碍着我去启祥宫送东西。哎，走开走开！你狗奴才，你给我等着！秦丽真这么说的？奴婢哪里敢扯谎？内务府的人就是这么作践咱们。是委屈你们了。银子不够，我那儿还有一些提己，
可以拿去填补，再不行就拿些旧时母家的东西出去抵了吧。宫中哪里不需要用银子？奴婢想着，与其这样艰难看人脸色，主不如与母家商量商量。自己在宫中的难堪自己知道就行了，还要告诉母家，让母家担心吗？奴婢想着，到底是骨肉至亲，就是因为骨肉至亲，我才不想拖累他们。姐姐，我那里还有一点提己钱。不用，这会儿大家都不容易。阿若，留好那些天香卷。姐姐，都腐了呀，留着干嘛呢？扔了吧。既然他们敢送来，留着就会有用处的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可如今没人敢提贤主啊。王琴又总在皇上跟前当差，我想说句话也凑不上去啊。可现在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也只有你了。我想想法子吧。皇上刚从太庙回来，现在也不在，去纯主那儿了。皇上尝尝，这是永平皇庄上送来的杏子，最生津止渴了。好吃吗？太酸了，朕不爱吃。贤妃倒是爱吃酸的，不如臣妾给她送去一盒吧。要送你自己送，不必告诉朕。去见过永璋了吗？永璋这孩子天资不足，都1岁多了还不会说话。皇上，永璋他还小呢，会变聪明的。你得空去瞧瞧他吧。朕回养心殿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皇上的眼里根本没有永璋，半点也不疼爱永璋。主提了贤妃，皇上才恼了的，说的都是气话。我也是瞧着他可怜，谁都不知道贤妃怎么得罪了皇上。您呐，还是别开口了。主，听说皇上去了太庙，已经回宫了。让你找一些旧时的布料给底下人做夏衣，找了吗？奴婢已经找到妃下去了。你的宫里先闹起来，原是我鲁莽，连累了你们。大阿哥那儿呢？主心疼大阿哥，奴婢按照你的吩咐，每隔几日便悄悄送些吃食去，避开了嬷嬷们，给了大阿哥了。臣妾告退。怎么要走啊？臣妾谈完了，该走了。哦，明日再来吧。臣妾的琵琶并不吸引皇上，不如明日请贵妃娘娘来弹奏吧。你弹琵琶的时候，朕还能安静一会儿。贵妃在，
有时朕觉得聒噪得很。你就先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什么茶，味道如此奇怪？皇后娘娘吩咐了，天气热起来了，给皇上备的是降火的麦冬茶。皇后有心了，既是避暑，给各宫都发放下去吧。那奴才就得问一声内务府了，若是不足，少不得哪个宫里先短着。哪些宫里东西会不足啊？皇上，宫里拜高踩低的人多了，内务府办事儿一向都是紧着得宠的主子们来，其他的难免短些。若是碰上谁失宠了，那就顾不上了。你倒是实诚。奴才也是在奴才堆里混出来的，见惯了失势的人被欺负，不论宫女太监，就连嫔妃们也都一样。一夕得宠，最后被皇帝抛诸脑后，视为羞耻的女子，最为凄凉。白头宫女最凄凉。是啊，所以如意会体会那人的处境，明白朕的心情，才会向朕提出那样的提议。许是因为锦人宫也是如此遭遇，贤妃娘娘有此启笔。李煜啊，明儿一早，朕去慈宁宫请安。主儿，这一季的衣裳首饰，内务府都没置办，咱们就用以前这些旧的吧。主儿，奴才刚才在外头长街上碰到李煜，他正要去传旨呢。什么事？皇上禀明了太后，要替先帝留下的太妃们加以封赏。说仔细些。皇上从太庙回来后，伤感得很，今日去给太后请安，皇上便说未曾好好尽孝道，太后宽慰了皇上几句。皇上便说要以天下养太后，又增加了寿康宫太妃太嫔们的月银份例。另外，皇上还想追封先帝已故的嫔妃，一律迁往妃陵，与先帝作伴。这是皇上的孝心，太后自然会答应的。主远见，太后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皇上已经下旨，凡是在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伺候过先帝的女子，无论位分，但凡先去了的，一律追封为太嫔，迁入太陵的妃陵陪葬。这是好事儿，你去吧。小心，皇上真的这么做了。这么多年，皇上一直避讳着自己的身世，可他还不是如常人一般记挂着自己的生母。是啊，有了追封，到底是有了名分，即便不能替生母一事，皇上也是有安慰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伴着皇上，皇上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。现在听到这份旨意，真是高兴。主儿，皇上听了您的劝，您就要复宠了。太后，皇上的旨意传遍了六宫，您觉着？皇帝说，要后养哀家尽孝，要增添寿康宫那些太妃们的份例，还要追封受过先帝恩眷的嫔妃们。拐着弯儿，不过是为了李金贵的一点死后哀荣。贤妃骤然失宠，怕就是提了追封之事。
却不想皇帝最要脸面，哪肯承认这种丑事？可皇上最终还是听了贤妃的。不管怎样，皇帝永远都不敢名正言顺地提起自己的身世。皇帝要安慰自己的孝心，要尽一点自己的心意，不过是要追封一个太嫔，哀家成全他。可是贤妃，皇上听了贤妃的，怕是要复宠。无论失宠得宠，她总是后宫女人的眼中钉，以后总会有人搓磨为难她。咱们让她得点教训，无需理会。所以说呀，这个贤妃认不清后宫真正的主子是谁，却一味地讨好皇上，失了您的欢心，真是不上算。皇上还是没有来。你问过李煜了吗？问了，他说皇上一如往日，并无异样，他也实在说不出什么缘故。到灵轸门了。是，过了灵轸门就是永和宫，梅常在永和宫候着皇上呢。那灵轸门旁边是景仁宫和延禧宫。走吧。今儿个你倒是有心啊，带朕来上书房。臣妾听说前几日大阿哥身体不好，所以想请皇上陪臣妾一块来看看大阿哥。皇上，看来惠贵妃娘娘是真喜欢大阿哥呀。是啊，皇上，臣妾就是想养着大阿哥，从春天一直求到夏天，您都未给臣妾一个准信儿。先去看看永璜吧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四民，国之良。请皇阿玛、惠娘娘安。都起来吧。大阿哥怎么见瘦了？皇上，你看大阿哥瘦的，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裳。如今天虽然热起来了，可早晚还是凉的，要多穿点啊。惠娘娘给你带了最喜欢吃的芙蓉酥，想不想尝一尝？莫心，快来，快尝尝。永璜啊，先别顾着吃，给皇阿玛写几个字瞧瞧。永璜，皇阿玛记得你平日对糕点不过耳，为何今日盯着糕点不放呢？儿臣知错，儿臣再写。写完了再吃啊。呀，大哥的手是怎么了？怎么伤着了？这袖子也脏兮兮的。皇上，你看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伺候的？大阿哥，方才不是让您换下里头的衣裳了吗？你怎么还穿着呀？您是上哪淘气去了？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混账！奴婢知罪。来，皇阿玛瞧瞧。